虛假水晶傳播擴散加劇嘅問題，因此聯同多個部門制定新規。無線電視記者南韓總統尹錫悅談判案，據報可能喺下個星期三反對尹錫悅嘅人喺全國各地提出。南韓被抨擊嘅總統尹錫悅談判案即將上路，但非經過制定人士為全國各地居首都首爾光化湖、釣魚島以及釜山大邱下縣嘅集會反對彈劾。佢哋高舉有揮動南韓國旗。韓聯社引述地方記者嘅統計，計單係光化湖集會嘅有36000人。哇！唉，韓國人好去嘅。我睇到話。係啊，我都麻麻地。我去啦。唔好呀。咁如果而家去就好過夏天去嘅，冇咁熱啊嘛。你唔想去多啲喎？哇！泰國都係好。探索技術將會接回滯留太空站9個月嘅2個航天員，預計下星期啟程返地球。美國太空探索月球之船由月經9號火箭搭載。月經9號？月經9號。喺美國佛羅里達州發射升空。4個0.2年嘅俄羅斯嘅太空人可控制太空站。Sugar Crush。